唔知你乡亲敢会记得中国有一个高安学生叫李家宝，因为伊伫个社群网站媒体顶面直播什么呢？批评习近平讲起来是有够好打。因为安尼，互真侪中国的网军攻击，甚至放条讲，等伊转去到中国了后，要甲拍死。李家宝的性命就因为安尼受到威胁，唔敢转去。伊真期待，嘛是希望讲咱台湾有一个自由甲民主。不过呢，伊即马是无啥物身份，花式采访小组独家带乡亲来看伫台湾的生活状况。李慧李家宝来台湾做第一届交换学生，但是2019年3月，伊伫个推特直播发表这话，互伊无法度去回伊厝。在青年时代，永远的被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坦克和子弹留在了那天晚上。当时李家宝有所顾虑，查调面容，到最后也是被认出来，大胆言论，互伊假做第一位在台流亡的中国学生。他住多久了？从8月底搬过来的，半个月左右。这是台北师大附近的老古灌村，另外就是流亡时期陪领做出的所在，嘛假做收容流亡者的大本营。所在虽然较乱，不检警互将近10位流亡者有一个暂时的栖身之所。李家宝在陪领帮助的免负担出租。对，然后平时就住在这里。怎么会有这个3房房间，放一个定定的茶房床，无冷气。有够热，李家宝提出当初直播的手稿，敢若草稿就写12年半。假设说，10年之后还有一个，就是像今天我们在这边交流的话，我的回答我想依然是不后悔，因为很多时候人生并没有太多的选择，就好像就是说，到了一定的时间点就一定要去做。李家宝来自山东，爸母拢是老师，家境真好，但即摆无法度搁再接受厝内金钱的援助，经济家族生存的一大难题。是没想到，就是说能够对中国方面产生这么巨大的影响，因为那只是一篇演讲稿而已。的这样的一个大气，那么对于中国当局而言是。李家宝伊做 YouTube 自救，伊关心香港的民主未来，但是对着家己的未来，是不是会当留伫台湾得到庇护，所陷入焦虑？完全不知道了，先走一步看一步吧。李家宝交换生的期限已经到期啊，移民署予伊加2个月停留时间，但是伊希望会当摕到在台长期居留。对已经有19档无法度回去家乡的流亡诗人陪领来讲，伊只会当想办法对家有同款处境的人伸出援手。就是这个房子，就是我刚刚在去年年底买下来的房子。这栋厝空间真宽，伫偏远的有来山区，也伫装潢的阶段，已经让陪领感受到真久都无享受过家的滋味。对，那原因就是我自己就是一个流亡者，我是从中国的监狱直接送去美国的。那么对我来讲，我太知道这个背井离乡，驱除或者逃亡的痛苦。我在美国住过很多不同的地方，我在台湾也不断的迁徙，因为没有自己的房子。陪领是中国作家，2000年伊伫北京私下出版文学人文杂志，被控违法印刷罪，遭受逮捕入狱。然后因为国际文学界呼吁营救，陪领会得到释放，遣送美国得到庇护，也摕到护照。但是被中国政府驱逐，终身无法度回家乡。那就等于我失去了跟父母在中国见面的可能。那我父母年纪大了，他们也没有时间精力到台湾来，这是一种悲剧吧，这也是一种不幸。可是这个世界上有很多我这样的情况，我只能说这是一种命吧，命就是这样。陪领伫台湾完成的出版写作的梦想，以过来人的经历协助流亡者，伊的热情无比过去苦难活光去。好像是民主堡垒的台湾，是毋是有能力庇护每一个寻求自由的灵魂？